呀，各位聽眾，歡迎人個在度嚟邊咧，好見你節目，即係禮拜咧有人哋講人對，有人冇對嘅事呢，我就頭 start 叫隻 show 啦。我隻 show 咧就叫做洗衫，我咪講洗衫嘅物件。你看，但是你看到毛毛菇嘅，後尾一個買衫個了，伊衫大啦啦，衫個了。blanket 嚟啦，問下你 con 啊。快掉，毛毛菇。我你咁樣白起喺度。我成講人聽成啦。恁爸咧是第一攞起物件就是洗衫，我第件洗衫。我哋熟解。啊！我熟甲洗衫，特別我冇咪熟甲折衫。我洗衫折衫，咪衫噶啦，冇熟甲買衫呢，我熟甲。我是下面本嚟做，特別我電腦我買去做呢，我竟買做呢。我是會做本，我發覺我唔是未做，我是半段啦。半段，我拍衫，我洗衫拍衫係時啊，我哋掉解倒邊邊嚟。啊！我冇暑假啊，係你食啊啲啊，有話扣我覺得倒邊。褲啊 ，jacket 啦，我是嘛倒邊好食伊啦。我只件洗衫線呢，我只半段。喲，只隻工，洗啊！佢哋咁樣拍咁樣字一堆，我特別燒衫個。哎呀，安怎啦？technology 呢增加啊，咱未成日係叫 washing machine 頭洗啊，好 dry 一字，好如果了白咩？都笨蛋啦！你話是，你特別開住你講拍衫啦，你咪是用 washing machine 了，浸 dry 起平咧，而家出來了，直頭去活了，直頭掉起來嘛，所以免切個免拍。我哋咪烏咯，我本杜蘭烏晒哦，我打杜蘭烏晒。我本冇食噶烏晒，我哋冇食烏晒。我未看人。I don't mind say，特別我打杜蘭烏晒。我未看啷知啷有幾條地殼。我知。10條。我哋自己買個冇死，我哋10條。10幾20條 ，OK？啊，毛毛菇。有啦，10幾20條啦。下面飄。哦，這邊。我冇飄嘅啦。哦，這邊。下面嘅？你知你個叫幾條地殼？唔知啊，50-60條啩。OK，唔知啦，個50條。我嘅 category 咧是個冇哦，這邊嘅上嘅啦。我嘅 category 是哦，這邊，誒，我只半大洗衫數啊，我地殼真正，我規地拖嘅咧是地殼嚟咋。So 我係地殼，那是講係玻璃，但係我是兩三個月冇洗啊。兩三個月但係會使幾嗱嗰句冇洗衫啊！我三字冇洗衫，本成家小人嗰啲垃圾就冇好是問一攞，你衫熱慣啊你衫。我係衫，我看我係樓卡誒。當劍誒，我只學期浪叫乜硬死好啊！所以近日洗你衫冇洗你地殼。有洗個了。等到我自己洗嘅時候，我係 laundry basket 啊，我未必有成日有特別你係10嚟啊，摸啊嘅咧。我係邊個攞湯我被放起個，係邊攞湯我被放起個。而家你個巴落去。即是我係等到我係。哇！我唔加接你厝啊 ！Last year， 我唔加接。不，這邊唔是垃圾嘅衫，這是清氣衫。我半段嘅係去。半段。啊！我就想到關係你洗衫物件，我就只杜蘭，我就買去插嘢。我係背，本是上嘅。我是 always 清線背嘛，但自己清是上背啊。我冇 repeat 啊，我係打喊攞三個字，所以我係背本是真正。我係衫乜嘢字？嘛，真大咯。我係衫肚啊，怪大咯，窄咯。有嘅內褲。我冇咪借衫。我係貴嘅 drawer，係啊，嗰陣時諗地殼嘅咧。我一年啊，會買3-4條衫、3-4條褲安尼款嘅了，冇咪會買，但我係買大節換嘅。我要學一行款嘅物件。就人穿開，褲毛毛菇啊。冇爛事話啦。當你啦，毛毛菇嘅大粒頭啊，特別亂。我未注意啦，唔是話。誒，你講你係咪你背？我係背大節換嘅，但是我讀冊啊，做咪規程嘅，對人哋解釋啊。
哦，我是特只換啦，特別我唔捌寫，別人寫我。我唔會啊，至30厘咯。阿 John 啊，到你記得你 disposable everything 啊，到清到點下殺起嘅。我把清過啊，disposal 嘅地殼冇咪 comfortable。唔會，把路處理下 cotton 呢，看呢真好。你苦咯，你 stick 個 center 位。แล้ว你衫ก็คอ啦係咪ก็แล้ว一班配上多行就係個力氣。แล้ว你明前ตัว啦係咪ก็แล้วเป็นสีเสียงจุดเจ้า用一刀可以一禮拜點掉哎呦，我真正半段寫晒，OK 啦，學人講啊。正囂免寫啊！我學人講。你講係劍士啊，我根本冇美術家知晒啊。我穩定一步上咗，但是講我係垃圾，我關事上講我半段嚟講，毛毛菇到辦公室嗬，看掉。一陣慢條。嗱冇啊，個冇人看掉，個冇。冇啦。有啦，看到你咕咕叫囂啊囂啫，咯好屌！唔係同我講話。嗱，helicopter 呢？看掉。不啦，陣機成講係 helicopter 呢砰。誒不，我看到你地殼啊，我講我一部秒，我個無情 repeat 地殼個袂使 repeat 嘛，所以我三個袂使 repeat，我可能唱我前一個情是我 jeans 咯 ，because 我是覺得 comfortable 啊，然後good 咯，嚇？唔是情納咯，唔是情10年啦，唔是情10年啦，情1年呢，冇啊，然後情嗰個情你係情，我係情嗰個2禮拜我係情。because 我只jeans 嘅時候，所以我常常換冇想。我有時講我出去啊，成日冷天啊，我係情義出來嘅衫，我3節 maximum 4節就俾換啦，係啲地殼我是打節換。咩話我假如安怎你頭前冰啊會冰，四厘冰就會使啦，你會使情4節。安怎係4厘冰落刀呢？唔是？冰落頭前阿妹嘛，頭前阿妹外口，頭前阿妹隨着想嘅嘛，inside out 個講啦 ，inside out 呢？你時嘅講到試到你諗下啊，無時候佢冇話是諗下變佢哋啊，變隻啊冇射線。未情估咧，伊地殼一邊一款作嘅食嘅。變咗皮蛋嘅，變咗皮蛋。哦，你佢哋 skid mark 係我哋講。冇啦，但是白色卡住色無情氣啦。呀，吉利，OK，so 我頂我之前你看，我超看無是甲寫3個零掛，我個真正用我特別畫背畫殼畫面。你情友有係你款用出嚟。呀，magic 係咪 magic Merlin 啊？嚇。OK。你播啊，依個吉利呢？so 你播，你 skip mark 係播啊 skip mark 嘅。冇，你buat dia ni mak ai lah. Buat liao. 你buat dia tengok si buat dia看去看。好先啦，buat dia sa ai lah. 我成日buat dia看去，也係未有咧，我咧混着嚟。誒，等陣，報告新聞 warning，真係是講啲食懶食，看人家都對嚟聽。哦 ，OK， 所以我冇時間寫衫，特別我個真正是教換衫，但所以我特別買真正濟買，真正濟底褲，真正濟衫。特別咗你跳我甲只講安怎寫衫法，你跳海絲嗰個。啊，嚟講。我在只講嘅寫衫特登哦，本時就印字嘅咯。我你冇印字冇嘢，你 Happy Merlin 啊？印字嗰時我嘅印字啦，我講我係成啦嚇。是白色衫。就干那些白色衫。啊，我冇有半，特別唔是我寫啦。啊，了有色嘅，咁有色咯。了啊，褲是褲。哦咧，你愛。啊，褲嗰是愛嚇，唔是白嘅褲嚇。แล้ว佢哋個咩啊？佢哋你半有色，成個個硬色咧，個青色另外色啊。硬色青色啊，有半嘅，แล้ว冇啦，I mean 硬色青色嘅咧，有色嘅就白色啦。哦，就嗰啲咁硬嘅，我未寫過，你話冇夠硬嘅落啩。先正嘅寫，先正嘅寫。先生無喺街度，用手寫。喲！啊，แล้ว話我寫一個衫嗬，會使寫嗬，規日早起嘅就。你 enjoy 哦，你 enjoy 哦。我唔是講 enjoy，我真係驚我嘅衫着色。
了我真惊我會生骨。哦，你是無囡仔個啦，你就要過啦，見咱相面啊，嚇一把你有囡仔咧嗬，無炒無白照看啦，有你參參咧無白照看。驚啥條食用一個，喲，加講加啦，都加講，他們死鬼都無哩。我無甲先生人看我人氣笑。我係馬本事，我係馬。他們養 gadgets 本有啊。伊有誒，伊無收入吼，伊無收入，伊安怎洗無勁嘅，迄個沙本啊，了洗頭殼唔食個了，是我人有比賽，我去過伊厝啊，我甲你講，你講唔知，我去過伊厝啊，伊樓頂啊，係大拉嘅，開啲啊，幾若十罐啊，冇想洗物件嚇，冇想，你樓頂啊。啊，你樓頂有幾若十罐物件？你以前玩啊，就特別清氣嘅咯。好，你我是講，驚死人啊！即係講，我今晚洗衫哈，佢洗，我今晚洗砧板，佢洗衫，我個記砧板啊，我個記砧板。OK，再我甲你講啊，古早我無安尼 ，because 我無點聲嘛，我做工20點鐘，我才落點聲去看呢物件個了。我無唔捌家己有家己衫，我干那洗衫，然後家己學別人有嘅，我唔捌有衫過嘅。我講互你聽 ，honestly，honest to goodness。然後我來這邊嗰時，我先來時我無做工唔是啊，都上癮咯，上癮啊！但看到隔了物件咯，逐項物件看到本是塗粉咯，逐項物件看到本是垃圾咯，然後你衫若是看到逐條買蝦米咯 ，before 我來這邊我比較有衫，我講互你聽。你兩隻學，然後我去叫我一個朋友開路邊嘅，我叫伊嘅工人教我安怎有衫，安怎折衫，我古早袂曉嘅，有影 honestly 我袂曉有衫，袂曉折衫，我直直frustrated because 一家歪啊，就看就gram，然後我嘅人是真衰是蝦米？若是做袂來嚇，我袂。做安尼就是安尼，我做袂來，我直直做直直 frustrated， 我blood pressure 直直起。你知我把你我折衫嗬，佢是折得白白快衫嘅，你知哦。所以我去學咯，我去學教我嘅朋友嘅工人，你教我。把子都教啊，係啊，把子。會使，我教你，我會教你。然後不要緊，我有衫，唔是干那有衫爾，我有衫我就用一個，我你看。來了，嗱，再來啊！叮，回來等我啦。starch，我要 starch。啊，冇這裡我袂有衫 ，OK， 我教你講後先。這就是頂古時限用的果。我真在研究我紅嘅衫，咁了就愛安尼活加上個 mirror solution 嘅，所以我愛用嗰樣物件。了。我就是安尼看，我 take a long time 啦 ，because 你做安尼坐嘛對。你若是講洗衫，我坐落去，這裡是何能唔使講笑了。我坐落去，有一個攞嘅衫坐落去 ，in front of the washing machine， 就跳起來看。但係有一個 stain， 就夾下你 magic marine， 就突可以摸起啊，佢嚟跳。Before the sales 啊，在拍面了。因為還沒 start 嘅時，先是小型嘛，所以看到個了物件，看到個了被 gram 被當機咩？了到尾平價先能好用嘅就係，了我介紹學毛蘑菇呀，了毛蘑菇吹緊貴嘅Malaysia吹冇，了跟我講是咩？所以我咪叫我這邊俾好咯，四千拉格。你都get off the market 冇去喎。嚇！有當幾蚊鐘啊？你吹冇了？吹冇我冇睇到，嗰時我一刀俾一隻字，所以冇去買嘛啲哦。然後啊，吹冇了我死啊冇了我去吹，我去搭位我去問人，就是大媽嘅時問啊嘅時，你人講都免吹啊 ，because 伊人冇做了 ，it's called vanish magnet。哦，冇做了啊？美國我買冇。你冇買咩？就是人講。就是講嘅，膀胱，膀胱，膀胱你本用嘅啊？我用嘅唔是，我係咪叫 Nepisan？
唔是，即我都是冇看到基本啊，本是 Vanish brand 呢。啊 Vanish Magnet 咧冇呀，冇出了呀，冇出了。所以我吹嗰隻股我本隻 gram 了，係咪數㗎 Vanish Magnet 啊？你參啊，你會衫嗬，有時你會衫會綠色嘛，對。even 你寫隻隻刀會綠色嘅呀。你放喺你點樣啦，個愛情？你放喺你 Vanish Magnet 落去嗬。伊袂倒掉白里衫，你本袂做你水有迄个色来倒掉白里衫，伊 steady， 哈，都买时吹个只久，无了我吹ทัน一个淡薄互你看诶 color bright， 叫做 color trap 哈，伊都是好，这边有叫做 Calgon， 伊 trap 啲伊个衫，伊碌换类衫个了，参本去啊，伊本袂讲大掉你白里衫。講真叫做 Calgon， 有本 Calgon 冇像 Calgon 這邊啊，是 for hot water 誒。特別冇 Calgon 嘅 brand 啊，特別是 for color 嘅。哈，這個好用，所以我特別買攞壓嚟用了過去買個，所以安尼款物件咯。所以我甲你講，我厭尖我，但是講啊，有時做甲別來，because 我係啥，我寫快，特別我活慢嘛 ，because 慢慢折嘛。Of course 啦，就係講你個活埋 bed sheet 個活大啦。你有地殼。地殼大啦 ，bed sheet。加了就要。哇！你再唔會人哦，必須哦，一放啲名稱，伊是必須只有淡薄本別愛拖甲平平度，會人成日你啦。你知係咪事喎？唔是係咪？因為你 bed sheet 啊，有一條痕啊，伊無爽，你困落去。無爽㗎，我有看你朋友。你困甲一半，你轉來轉去啊，卡掉你看。係咪事？因為我人負責細漢，工人生活人睇啊。就是安尼款嘅事。工人只有嘅事啊。我媽學工人有了 after that 時，我關事了嘛，所以變做安尼款係咯。就所以必須就愛但佢做時本是安尼咯，本是活咯。我聽到我講聽。我衫無活，我無清出去嘅，我讀冊時。我到啲 BJ 讀冊啊，個10幾節啊，我係衫個了個用手寫嘅。我用手寫個了，三擺我寫個我驚當然。特別我讀冊嘅時候，我有 bursary 嘛，唔該。我係名，個了入去寫衫有衫，個一個入去食。你唔知做咩事啊 ？Actually 我到啲大學嘅時候，美國大學嘅時候，佢寫我全部 laundry 嘅咋。就是咱 breathing 啊，咱 breathing 嘅大聲。再跟出去咯。大粒走。冇。掉 law for nothing。Luckily 是話 ，thank you。I think 是毛毛菇啊 ，I think 是毛毛菇啊。冇啦。Thank you 盲光嘅啊喂。了。盲光咩？盲光困一下，盲光1、2、3、4個。冇困啦，聽到講話。毛毛菇南西，maybe 是南西困嘅。唔是毛毛菇，南西。掛頭。唔是大頭。南西 ，maybe 是南西。南西困嘅。我冇困。會驚啦，會驚。不，但我未講，我聽到到啲大學時啊，我唔知做咩事 ，I think 我是想個用個了我係洗衫嘅 energy 個了嘢，了我當今一世人，我想 forever 買洗衫啊。因為我10歲就洗衫咧，我爸老媽買洗衫。係啦，冇啊，我 energy 就少呢嘛，我 energy 就冇袋呢。我人嘅衫啊嘛。我試下。人講洗衫是用洗衫機，洗是用手洗。你講個成日即間呢？頂貓10歲買我洗衫機嘅，我用家己用手，我用手洗我攰厝人嘅衫啊。伊個男仔，你用手洗，你用過迄板洗衫板，有一條無啦，你裝嘅個固啊啦。洗衫板啊，伊用嗰啲 fat 俾你一地啊，沙本。嚇 fat，頭梅話，無日天你跟邊迄邊間嗬，去ขุ迄你把肚。你其實查起貓。呀，好啦，好把肚。貓嘅了。都頭毛啊，發辮子啊！對啊，洗剪就是南西洗剪就是洗剪，是俾人咧擦機血的嘛。係啊，
喂，洗甲一盤咧，個俾吹簫啫。吹簫。冇，係你古早人現在看看唔是跟他洗呢 ，after 洗啊，佢就愛做歌嚟叫係藍青。無咧照鏡。啊，แล้ว佢就係藍青，有時那是係上藍鬼嘅白變做藍青。冇用迄個藍嘅水嘅，無用貴嘅，我接落來無用，因為我有影成你講哦，是超啊解啊，生了啊。我古早是安尼嘛，古早人，然後你湯大用鐵做嘅，真係大，佢就去做嘅。對。用柴哦，夠用柴。要生內 handle 嘅係邊一落邊 handle。嚇，對，嗰陣時去殺頭先一蒸落嚟，可以拎一個嚟食。嗰陣煮雞肉。煮雞啊，我。殺根杜啲呢？還啱你做呢？等人冇做呢物件，參洗參煮成一個。上次咪同人玩咧，我講聽啊，我到底大學係時我讀2年半，我 first semester 呢，我大家我一個朋友咧，未大家一往搬走去嘅幾大，我甲我另外一個朋友往特別行出去夾我嘅衫，安尼底到你拿，還是底到我是講是 mesh 嘅 net 可能我光條去杜比，即是接去杜比，唔是叫人洗啊！即杜比啊，佢落淚啊，嗬，佢洗都特別係單咯。洗好咧是 dry 咧 ，after dry 我叫我講佢入面做 dry 咧是節啊，係到底你一個鏡到對去啊！特別幾日點整嗰陣喲，你冇插入 winter 啊，上面滿特別鏡去都冇衫啊，所以我叫變咗我出嚟做工咧，我就係攞型洗衫去啊，就喲，有時候咪洗咯。冇啦，你就是冇夾洗衫啦，講姐啦。特別頂到我嗰度，頂到我到厝嘅時，特別未必滿啊！我接落嚟我唔會夾洗衫。特別我閃就是冇夾滿洗衫啦。冇夾滿洗衫喎。John 你講你 winter 出去，你到底 apartment 或到底是厝 ？apartment。你 apartment 入邊冇laundry 咩？冇，到底你 building 嘅冇，所以我特別驚去 laundromat 去洗啊。哦，I see。所以那是到底 building 嘅，所以我 always 時候我接落嚟，我只想講，哇，那是我 apartment 臨邊啦，唔是講佢 唔是 building 嘅，我 within 我嘅 unit 裏面有一個washer dryer 呢，我就是常常做 laundry 嘅啊。咪仔個叫咩厝啊？個叫 washer dryer 咁冇做 laundry。我冇暑假，我真係冇暑假，我真係攞興嘅啷講啊，咪講啊，起行啊。古早阿 John， 我冇上過阿 John， 我古早上過路啊呢，還沒輸入在，我細漢嘅時候，但是講冇工人嘅時候，我媽叫我洗衫，以前水款嘅，伊冇講佢買下你 detergent 啊，會好你洗嘅，伊夾下你 ordinary detergent，你叫你夾起下你洗嘅啦，按照夾。洗家你會摸白會未？係你物件都未出啦，你知有？你未必用掉嘅物件都是講。嚇，有影你知有？我古早我只見你啊，洗你叫我邊站板啦，係咪咁樣啊？我真 become so obsessive because 啊，一家白啊，叫你邊站板啦，叫你邊貴站板就係可以白啊，你看你白會做得這物件。啦。我個啦嘛，我同你講啊，我特首當見嘛，你笑我厝下面個了，因為我再講，你在有the proper 物件就做物件嘛，唔是講你 tools 呀，你在有 proper 嘅 utilities and all that 哈。乜咧？講嘅法寫個了，佢勁出個了，你用上一年3分咪死啊！Actually， 講嘅起來是得好笑。當今嘅囡仔來這邊讀冊文是時啊，伊人唔捌洗衫過，所以伊人學生甲了，伊人捌如買一項物件了，用 the same detergent 洗規間厝。So sometimes 我去 students 來 Malaysian students 伊人捌如來我去伊人厝嘅時，笑個不多定。哦，satu個 one multi-purpose 㗎啦。了，我就會帶伊人去 grocery 甲伊講 ，OK， 這個是啥誒？這個蝦米？這個伊人對我對教伊人。對啦，你冇講未曉啊？關係後面啊。當佢小生嘅咧未曉來這邊是未曉半行。對啦，好笑。係啊。
冇啦，工人做隔了路呢，未曉嘅嘛，路乜會曉啊？係啦 ，good boy。所以我當時我特別看一項物件先呀，我要 try 嘅我看一項物件，我暑假了啊 ，OK stay with that。冇嘅時有自己嘅時都吹冇嘅，咁你講我人刷了，人刷掉啊，你就好死啊！都是上家下咧vanish magnet 真係咯，吹冇了，แล้ว都佢上家小人吹呢，都佢每人咯，每一邊每家幾哪禮拜啊 ？OK， 我每人看一人捌用手洗衫過。我捌洗過10湯。南西捌啦，我知。毛毛菇誒？我古早捌啦，讀冊時。係啦，讀冊時就用手洗啦，最難俾佢攞洗，一沾個未記去臭個意思。但是講洗衫臭配講。歐郎子啊！歐郎嘅味啦，臭配講嘅味。配講，成日大講就必是配嘅味嚇，叫做配講。啊，你更嘢衫起來，哇！佢哋袋咧，佢咧哇，臭配嘅味。搞嘅結了。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modern 當然嘅洗衫機洗衫嘅事，有下面板凳，有下面特別係。Hello， 洗衫機洗個板凳下面啊，是講你係攞機洗衫機洗未清氣哦，洗衫機當落下架氣啊。我上邊每人啊。冇，應該板凳洗衫機嚇，那但係應該出自間平做嚟講。我上邊每。我跟你講啦，你講板凳我 red zone 去㗎了，你講。因為係咩事？我古早我讀冊是點樣啦？然後啊，我 accidentally 係落去我家己人嘅厝嘅洗衫機都知哦。because 我啲落洗衫機我唔知冇看到，唔知住人嘅底褲哦，係啲下俾我係落去洗衫機加。แล้วสิกาแล้วเลยสิอีกแกชุดไหนสิมันจุดๆนั้นแกคิดเสียเนี่ยว่าก้องแต่มาสิว่าเสียละรู้ใจกับว่าก้องมีอ๋อีก้องอ่ะถ้าเลยเตะขอไปใส่ให้เสียสักกี่ตอนกี่ดูจะป่วยว่าจิเลียบเสียสักกี่ตัวตุ้ยอีก้องเนี่ยวะแล้วอ่ะว่าขวาเดียวอีว่าก็比較อินว่ากองขี้比較อินรู้จัก但是 today อีกับว่าก้องจิกุว่า每日เสียสักกี่เสียไม่เช่นขี้อ่ะอันนี้ขวานะรู้เสียสักกี่唔通用了下個ขี้發生嘅都係啲你處上個 white elephant 啊呢伊啊，有人是板凳嘅啊，袂使係洗底褲，袂使參洗。我未รู้有下面我教我到尾時我教我媽講下掉袂使啊，係了打波未出頭。我每一句話呀 ，Bill Gates 冇有 separate 咯。冇，以前那款梅，我一打波唔是到你幾百康水。冇啦。我每句只 simple 嘅話呀嘛，對哦，我每路當時你講未哦，每表嘅事冇 separate 伊三個哦，有哦，那是有。你講，安怎未出頭？你 set 到你買幾百康嘅出來就頭出來啊嘛。咁個另外資料，幾百你水都問緊啦。冇，唔是，萬光，嗰時呢個。萬光阿邦啊，我只盲隻啦。萬光，你講一句話，你講一句話係我講你講，唔知是我有一個打波朋友嘅，我洗衫個了學伊拍學伊個了咋，了啊，落大雨啦，伊收伊嘅衫個了，伊無收歪呀。嗯哼。了我每下面數你無收歪衫，你講唔敢當？哦，別使收查某嘅衫，別使當查某嘅衫。哦。แล้วมือลูกตาลูกชุดไหลอีกก็ต้องสิตัวลูกหัดเป็นชุดไหลก็ไม่มาโอ้กี่ crazy แล้ว你話手機冇寫係啊？沙嘅拍沙燒嘢，但我諗你可以打啦。伊是你把手機都冇寫啥咯？下面係直到 key 我放一個佢寫嘅佢沙，關鍵你字。把但你冇得冇㗎。㗎，係。多自己你怪故意佢。唔當叫我唔知嘢冇嘅嘢啲佢笠呢頭殼。阿妹夾住啦。
好笑。第三個人看到這是咧 misogynistic 嘅咧 thinking 嘅啦，嗬。唔是啦，係你嘢頭腦啊，冇用 fap 寫過啦，冇用 fap 寫過。誒，我咪攞個記者票叫做 Dynamo。哦，我唔識用嘅。嚇，我咪想 Dynamo。有啦，重點嗰有個4 kilo 27塊。係咪？呢是款咧，係 liquid 嘅啊 ，liquid 嘅喎。佢真係liquid 咧啦，伊4 kilo 幾啊，20幾塊，驚死人。哦，真貴啊 ！Last time 12呢，嗰時9塊8塊都有，佢真係12塊。咱講過當今個係咪物件？咱係邊些衫嘅不上嘅票？但係no 嘟個 fat 嘟咯 ，fat 咪是嘟。breeze 啦，breeze 啦 ，common Trojan T.O. Trojan 是 condom 嘅票啊呀。是啊，唔是啦，Trojan 是 Unilever 冇上嘅，plastic 籠嘅，冇上 company 啦，嚟John。condom 嘅票叫做 Durex 啦。Mister Malaysia 硬是 Mister。哦，哥倫比亞講出嚟。有些衫嘅 detergent 嘅票叫 Trojan。Trojan 我實時記廣告啊！一隻病嘅咧，前日 Trojan 嚟你頭部，然後咧嘢你見到啲你把伊 plastic 嘅 bag 硬色嘅，I think。有些衫成日些衫 public 嘅啊，有人偷睇啲衫咯。等陣啊，到頭你講咩？伊個廣告嚇，我會記啊！伊三隻草，你意思分咗成3把啊，護骨啊，到啲衫，你看你會記。你做咗出來咧，伊嘢伊唔知自己劍咧，掃在咧個正記，啊，我鬼記過啊，笑掉啦！那做咗咩票？國家攞嘅抹樣洗衫用，佢哋一地沙本換食嘅，等嘅嘅。沙本炒一波咯，炒食嘅嘢就切你等嘅。炒一波咯，到啦炒，但我都講喺你邊嘅，炒一波驚。但我都講咩？到啦炒嘅真係嘛，唔是咩？阿咪我是字。但我都講咩？到啦炒。起嚟啦，叫威馬公是柯氏字，唔使印真。柯氏字啊！放曬咗係柯氏字。真係柯氏字講嘅。柯氏字啊！你看你佢字講嘅咯。你喺你沙本而家嚟上水。喺你沙本你切成炒嘅。一隻蛋嘅味。真正炒嘅。我會記古仔係真正炒嘅。有呢。到啦，頭媽都未講咩？媽啊！我每路人看路人，假使路人洗衫 public area 是有人偷睇你衫不？讓些燒掉你衫係啦，這邊美國有冇有啦？講起乜可能偷睇都花冇啦。no，這邊美國有嘅。安怎美國安怎？我想講路 apartment complex 啊 ，if it's from the laundry，你係你衫到病咧 ，sometimes 伊人看你衫水出去。哦，because 你冇特別邊講嘛。無咧，就是你洗衫半段嘅時，看你面先啲假，伊嘅衫溫倒落去。呀，哦，tumpang啦，tumpang啊！一tumpang 免何類嘛，tumpang 洗咯。誒，我。你面先了嘅時，你看嘅時，你開你夾啲衫，誒，這個咁唔係衫。然後你咪直頭啊，有佢頭開，嘴拉下垃圾乜喺度，就永到啲係。誒，我把洗衫時咯，我把洗衫時洗出來，誒，這是住拖。我每人啊，人買洗衫機啊，自家買安裝，自家買去香料體驗，還是喺你洗嘅。哦，top load 啊，係 front load。當劍會興到啲頭整嘅。我係是香天啊。應該做咩咯？應該香天嘅嗬，先至係入起來慢慢去加大，有三別派。แล้ว係你 window 嘅都 regret 咧，冇通叫咧，每冇通叫啊！啲嚟俾我知啊！你即係可以打，你可以 drain 咯 ，drain 啊，你使開啊佢。嗯。你試下你我甲你講啊，我冇喎，嚟水啊！我即係講，一水起來咧，我你愛 drain 掉醫生啊！drain 咯，drain 咯，我找開把掉就知道呢。
最啱拍電話，我聽到拍電話先。我甲你講，我第一無暑假就是向天嘅，我第一無暑假咧，寫啊殺臭嘅。做咩說吵？因為你放照落啲入面了。你寫面頂嘅衫無寫掉，因為伊 mechanism 會得轉呀，你會得一半嘅衫寫掉呢。你只是 overload，你 load 啦，你 overload。冇，不啦真機冇啦，不啦真機當今冇安尼樣啦，當今伊個 technology 真係好了冇安尼，特別係你當今我人當今是用 front loading because 嗰了是 built in under the tabletop 啊，so that's why front loading 特別 front loading 啊，我暑假 front loading 寫啥？寫伊主要用招嘅。免用無幾多嘅水嘅，你 drain 嘅時，咪隻誒呀嘛，你明明夾起啊。有個細水掉我聽過，我聽只當今只興front loading 啊。水嘅，因為我去買，我舊年個搬入來啊，我甲我媽己經試下去，我去看一樣嘅路，一樣用水嘅啊，然後寫講你一樣跨越或者水嘅。你 annual 嘅水或者我會做一個 average 啊，就係講啊，你去向兩天啊，用嘅水這兩倍半嘅，水過這個 front loading 嘅。我那是八刀有買啦，有可能我買 front loading。然後做咩事我會感覺到寫袂清氣嘅有味，就是因為我看掉嘅，我有當時我燒嘅，我古早燒嘅，我會啊，我古早會啊，我夾喺你幫cụ啊，徛去看。看人都寫的。哦。古早，你會啊，時就古了就。even though 我當今本事，我知我這幾年我轉去啦，我轉去我係。哦，你問你寫抄去80萬咪細隻機啦。哎呦，抄咯！我寫啊，轉啊，我未動啊，我去我另外朋友嘅厝，人發路另外我去大人幾日子啦，寫嘢生出來無迄個味嘅咯。你抄寫殺機，你真係歹啦。因為我。你想話咧，全世界咧，一人用你 uploading 嘅三等人，全世界人會吵嘅了咩？你當時 overload 還是伊歹啊？伊 mechanism 你冇拖落去。我冇 overload 嘅，下你寫殺機我用嘅。未必你寫殺機歹啊啦，你寫殺機白呀啦。我去我金嘅厝用 Panasonic 嘅啊，大粒嘅啊，9 kg嘅，我係三支嘅三年咯，我冇，嗰了是30股嘅。你嗰了搖落去。是干那我一個人嘅衫呢？你個幾臭味啊！你幾臭味啊！冇可能嘅，我多真正濟沙碗分落去。你是唔是拍無夠大？係啦，拍無夠大哦。臭水講哦，我臭水講。你冇俾個好沙碗係。No，你是唔是？哦，你是唔是係你切嘅沙碗？因為一啲斷掉嘅事啊，我看掉伊寫嘛，我寫一啲怪喎，做咩事啊？來寫我講我一條紅色嘅衫啲面頂，寫緊了本是嗰條紅嘅啲面頂嘅啲冇落去。OK，你看到我，但係所以 machine 冇好事啊。你 machine 冇事啊！你看，當今你看你 agitator 啊，你當，even 你開起來你未驚，你有你家你塌你一坑啊！你看到伊衫，伊 agitate 啦，伊做伊衫咧，佢落伊拖一邊直拖，直起來，看你知道？伊衫。係你 washing machine 伊教你講 top loading 嘅時候，是古早伊細漢日本古話個東西會識用掉嘅啦。冇了啦！你冇乜食知啊！我很啦，你啊，我買幾嚟厝啊！特別唔要緊，伊厝是 front loading 嘅唔要緊。誒，我把打會俾 front loading 嘅啊！我本是 front loading 嘅，伊佢成個卡，伊 one thing 啊，你用 gravity 啊。你用 logical sense 來看啊，佢是 gravity 嘅問題啊 ，logic 嘅真係 logic 嘅。你看伊通安尼款 spin 嘅啦，搭條衫本浸掉水就有 direct 嘅，即係 hit 掉，咁咧衫本物件垃圾物件就噴出來。啊，你安怎練無用？我知伊，你看伊 agitator 伊 curve，所以 and when 你 agitate 是伊拖淡薄衫落去拖，你看伊。拖啊來本無。
啦，你想講你頭一個 machine 嘅 designer 啊，我是 machine 係這年一個啊，你啷做，但是安尼做伊拖得起一步一聲，伊到底頂面咧慢慢拖落去嘅，你有可能係一粒都歹呢啦，一粒。當機啊，叮當機較 sophisticated 啦。我對我嘅金位處，我唔是對我金，我對於我舊年我對於馬來西亞，我去，你識用班古字啊？冇啊，冇夾班鼓啦，我舊年就夾班鼓。舊年咩夾班鼓啦？其實就看嚟啊。夾班鼓咯，係你細細叫我每個劍我講，我講你第時俾我講半年。19台要定。半年一個是燒線嘅嘛，乜乜個嘢係咪半年？好啊，maybe 你頭先係舊年嘅舊年嘅edition 嘅先。你頭一刀。你咩先咧？是咩 second hand 嘅？先咧。走機嘅票。我唔冇需要去買去冇女㗎，去買 second hand。你暑假嘛，咪嚟齋暑假嘅 model。你 washing machine。你 washing machine 有可能是頭一刀看到，你夾班鼓嘅時看到，然後你話你 bad impression 了，所以你是頭十個一步，你一搭落啲 ，because 你看到是你搭落啲，點樣放假呢？你咪是干那寫一點就個寫嘅咯，特別你在伊 agitator 冇成 agitator 嘅 design，伊 draw 伊啥，所以 spin 你個了，然後伊 agitator 邊啊，伊 Q 伊啲伊頂面上落嘅啲，你把啲做。experiment 看，你係你紅色地殼啲頂面。當loading 嘅 agitator 伊 design 是無像了，古早 if 伊衫未落 then probably is an old design 嚟。So 當今伊拉做那些 research all these things 啊，啲些嗰個 fluid mechanics。That said,我本 still 贊成講 front loading 係較 efficient。我本 agree。所以我把就免用你隻水嘅，免用你隻水咧，嗬，伊一半水都冇咯。然後伊嘅湯啊，你寫嗬，你寫嘅時你咪是按款 agitate 咯，你 agitate 按款你用較隻 energy 嘛，你 tumbling 嘅下 system 下你是轉你自己 tumble 直接 tumble 啊。所以我贊成。佢搶嘢，我贊成較前期本。特別啊，你。係咯，我 feel 咗，但有時同你講緊我嘅時候會俾線嘅，特別我就冇寫晒。阿 John 嚟我係西啊，嗱咁樣買嚟。特別我冇寫晒，不過我 agree，我冇寫晒，我就冇寫晒。是講嗬，誒，當佢 front loading 係太大了，真係哦。伊個坑太大，點解你寫？我細漢嘅時啊，我 LG 嘅。你講細漢嘅時候，我係叫我頭一個 washing machine 是頂到冇 washing machine 咧，後尾有 washing machine 是 front loading 嘅啦。我買啲字 second hand 咧，買隻 second hand 咧真貴咗，所以我買 second hand 咧。伊個你開哇！特別細漢嘅時，我真正暑假坐到啲頭整成個看戲咧都知。幫講你係叫我係 front loading 嘅個，啲樓頂啊嘛，嚇樓頂嘅，你在上班一派啊，上班又走一隻愛搶水時，我就咁樣夾伊，你水去行啦，冇 overflow 出嚟嘅咧，你潮冷咁慢慢走，後尾時換起啦。特別哇，真正暑假啊，細漢時我開伊個咧，伊個頭伊個冚嘅落嚟啊，因為隻四角嘅腳嘅咧，你特別對時啊，後你個玻璃鐵啊，一計開嘅門嘅 safety lock 啊。我成日 claim 你講你แล้วว่าจีว่าสกัดจีว่าเท้าจีขี้ลำบินเลยตั้มไปเลยจีขี้ขวานจ้ะอีทีอ่ะอี stainless steel แล้วจีข้างอันนี้สักก็ออนไลน์นะว่าสกัดจีว่าเท้าจีขี้ขวาน喎做咩事高級下面㗎做咩事即係你講翻路已經寫係啥好啊你再講下你啥機等嘅物件啊你 strike 喎人誒湯啊嘛是要殺機物件誒，摸出來啊，tumbler 啊，佢啲物件就是help 你把啊擺啦，你即係成日到啲江邊時都牙叉活你把肚嘅，成日流晒啊，我看到嗱，只講我冇收我就直頭爬落去。人甲我講咧，其實你個三款石三個人派。哦，特別 actually 你front loading 嘅三成是較 gentle 啊，你 agitator 較 joy，
你比較少是用伊個 gravity，你看伊撲3拍3，然後你看，太 Actually front loading 依家冇安呢harsh 啊 ，top loading 係3，對，較嘴，較快係 rig 啊。tapi top loading kalau ilang pun hot bengka.有本，伊你真拽哦，伊南邊有 monkey 嚟就咪特明寫。Kucha top loading 啊，伊係我真見咪就當佢就冇了。Top loading 本身 still not making sense 個。哎呀，笑了，嗱陣嘅笑了。個人係用花，你袂使安尼看講，你用嘅人用制就好嘛。特別下面嘅我再講是下面度 top loading 真正放義。就是就使放義。特別我安尼看講啊，有個人用，有個人術，有個人用，伊拉有個人浸山了，甲浸落去嘅。攝那是過 usage 啦。所以你袂使講人用嘅無好，袂使講伊無好，咱無好。我講話無好，我講。但係 the thing is top loading 嘅 machine 有伊嘅 purpose，但是冇辦法安尼做，但節目有人賣。你嗰一行，冇人個發明出來咩？冇嗰一行 top loading 嘅曉，伊嘅你甲咩呢你免去頭前嘅，你就你會使到啲頂面下點落去嘅啊。你有人行較酷，特別當見面 actually 喺 front loading 嘅做，伊係隻 pedestal 滾起來是實到啲你 eye level 你看呢，寫是。是啦，特別你在訂，是你在用幫鼓起來去訂咧。錯了，你人錯了。哦，來，毛毛菇。side loading 嘅嚇，頭頂。個 side 啊，到啲邊啦，邊啊嘛是 front loading 咯。我想講伊到啲每次到啲多超餅嘅嘢。冇，以前 train 嘅，用 train 嘅。train front loading 嗱咪亂啊，頭頂睇到。嗱，開你頭，做3分鐘落去。我想講伊變嘅，我感覺係哦，我哋超特別變咧。我做住咧都是 bottom loading 嘅。bottom loading 佢哋係冰嘅嚟食。OK 嚟講，毛毛菇，你 side loading 嘅。你頭頂肯放物件，買頭頂嘅 platform 唔是白白啊，會使放物咯。轉切㗎啦落嚟咯。你食三面㗎，夾落嚟。top loading 嘅無通放物件咯。對啦，嗰些 space 啦，所以我講上架啦，你 front loading 嘅嗬，你係 under the counter 嘅 ，under the worktop 嘛，所以你 worktop 個會用，然後你冇去用條位嘛，但是講你 top loading 嘅，你了就係 space 啦。So very efficient。我四三乜只正面嘅講可能就好啦。OK， 等我會講嚟，係咪漂嘅人嘅？四三幾係咪漂嘅？第一數解。Panasonic。阿再幫正結盤正一下，我什麼獨孤兒啊 ？Good night， rumah panjang good night。Good night， 拜拜。琴日好啊，條金，拜拜。我哋地尾掉，伊本地尾個困去啊。我獨孤啊，但係我困得攰咧。laptop 壞事啊！拜拜。OK， 拜拜。Panasonic 個係咪 Samsung 咧 LG 咧冇啊？冇 Panasonic 地好。哎呀，普機，你不多啊？我是 LG 嘅。我四櫃我去我只係做四櫃嗬，我嚟佢四派下了，一櫃嚟四了櫃後我看嚟佢。伊老狗裡面嘅嚟㗎。伊老狗小姨啊，講主題啊。伊老狗嘅嚟㗎。John Louis 係咪票？哇！碌 top 嘅 front 門啦。我係 Apple 嘅。Apple 啊？黃色曬機好唔好？唔知喎。我識唔先啊？我唔知我係票係咪票喎？你係講啊，毛毛菇係票。我唔知係咪票喎。我 Apple 出車了嘛？因為做埋我識唔先啊？I think Apple 嘅 washing machine 咧都是掂落去，自己洗、自己 dry、自己擠、自己udh 啦，把自己 send 去你 closet 裡頭，你賭嘅。我講 Siri， please wash my clothes. Siri, please select all white and wash a lot now. John, look, you need a washing machine. You need a robot. 誒刷了，當叫咩啱咪是話 robot 咯。Remote control 嚟。John。你 try to think about 你 Apple 嘅攝像機有 Siri 啲裏邊咧？對 Siri 個我係I have GPS 落去嘛？
Lisa，你講 Siri please wash my clothes。Siri 講 Sorry I'm over at your neighbor's house。我叫伊家講 Siri，你甲我洗迄條蝦米漂嘅衫先。哈。Dry clean this, then wash this, but don't use your top loading feature. Otherwise, my clothes will be stinky. 阿伯，等陣，我想未起，我係飄什麼飄哦？等我去看看，等陣我想未起。等陣我有錢啊，有款嘅。我坐落去係咪？我看看我會開掉。Toshiba，裝類未得啊。I don't think it's made that 啊，我Whirlpool Electrolux， 等我看看我會 Roper I try to join， 哎呀我未喎，你再 join 啊 ？join 哦 hang out， 我 try 我開我 phone 嚟看 ，Oh my God goodness boy， 我成講都 join 呢 washing machine， 唔知看 washing machine，特別唔知做咩看電話。我要俾 connect 去了，伊使喺電話邊看去。啊那伊看去迄邊看。你放下本安後先，係硬嘅先嚟啊，係先係換嘅隻先。係啊，去。咱嘅是，咱暑假用阿咪 feature 樣嘅洗衫機。I mean，你 normal 咪講啊 ，normal 咪講，咱有 specific 淡薄嘅。冇啊，個係咪 feature 度，個係咪 feature 個那邊，冇是 economy 啦，了 Fuji 啦，冇啦咯，可能攞4厘，第一個是4厘嚟嘛，了後路加烏嘅咯 ，jeans 嘅咯，我有blanket，嚇 blanket 嘅咯，嚇 jeans， 了有 speedy 咯，有 mini wash 咯。嚇了個有 normal wash 咯，了個有 I think 我有正7類啊 function 咯，個男仔個一個，伊同啲 Panasonic 伊出間咗嗬，伊家佬一頭洗家己嘅 washing machine 咧 ，self clean 啊 ，self clean。我了冇有啊。我有 steam 嘅，我有 steam 加參咗水嘅。啊哦，有啊。因為這邊我人馬來西亞這邊安尼學習嘅啦。這邊嘅加工有下裡面花粉因為咱嘅衫，因為咱迄邊教有 winter 嘅衫咪衫了。花粉加工 allergic 食。啊，咱花粉加了就是我人不水咯，我人就不洗一行衫係嘛。GE 啊 GE 哦。tapi what be General Electric 伊較濟是飛機嘅 engine 嘅 GE 嘅，哈，只有做其他前件。Actually，伊是 mechanical 上個Siemens嚟講，Siemens 嘛是有洗衫機。我講聽，我嘅洗衫機是我買是我接觸買我大經驗10幾年啊，所以我未歹過突出So 那是派了我甲買 front loading， 當今咧是你接觸嘅時，你第一日把股卡起。我接觸嘅時叫白單機來借當股看。老師啊，看我都有。加工都點樣差小咧？我是夾電話機啊！加工搞，加工絕對好聊。你個人冷嘢，你個人冷嘢㗎。我對於馬來西亞，我下面我會賣俾我夾咩電腦？哦，哎呦，我講聽，我把刀洗衫時嚇，我搞夾板骨，佢看對面我硬食嘅衫加落去哦。即係布拉真機，簡直學玩bully，布拉真機。你特別 N 叫啫呢嗬？布拉真機，你係你在毛毛菇啊，特別掉落啊，是成嚇咯，掉錯啲。我未見，我冇見。毛毛菇，毛毛菇，你係咩票？你係咩票 ？Panasonic 啦。哦 ，Panasonic，แล้วก็即係咧南西咧。講 Panasonic。哦，แล้ว老師用咩啊？嚇 LG 哦，แล้วจูบี咧 จับปรังเพียว ป
Pasar malam ya? 用 Made in China。 PM 咩啦？Pasar malam。係鵝，係鵝。哦，我冇啊，我甲亂講下，亂一條唔捌聽過。嚇。等陣我去看下。啊！意思咧嚇 ，Candy。Candy 票。哦，CANDY。Candy 嚇，你看呢？哦。啊，個參過係嗰個你看，特別你看伊方式啊，真濟啊，濟個驚死。因為我不當我愛買 candy 啊，你寫三胖胖甜甜嘅呢。等陣啦，我俾 Annie 叫啫。等陣啦，Candy 看到 Candy 哦。哦，我冇看過喎，即係冇聽過。來，伊是用方式，我唔知伊是用方式嘅。冇用嘅咯，咁樣。我用我哋嘅用一邊阿無是用我嘅做主嘅，嗰隻阿無就是一般時是我用這邊。安怎係一粒木瓜誒？你係咩木瓜？一粒什麼？一粒木瓜。打過嚟。唔係一粒木瓜，一啲多手柄一啲啊？這唔是木瓜，這是 feather 嚟。夠唔使啦，係咪木瓜？我成日愛做你阿扎入埋。開，你看開喺度出來嗰隻。哦，阿扎入埋嘅細個。你看係嘛？แล้ว有這個大門啲咧啊！我試過啊嘛，唔知。哇！你似你本是 energy efficient 咁樣看啊？我看到你1400啊，好料啊，1400。即1400啊。Grand Comfort 冇啦，安尼款呀。這是 European 嘅票啊 ，European 嘅票。Steam 啊 ，I don't know whether they got Steam。上下是咯，等陣。嗱，你頭嘅殺咗佢。你看這邊啦，看這邊啦。你 camera 嘅插咗佢。第三個係 Steam 嘅。你 camera 嘅插咗佢嚇？插咗佢，安怎插咗佢？我暗疏點啊？插咗佢啊！我看邊啊？看邊啊？是我頭上大粒未知。唔是你頭啦，你 camera， 你頭接做咩 ？camera 未知。哎呦，你快氣消嘅老白丁嚟氣消。冇啦，嗱，這邊嗱應該是烏瓜絲咩？但乜你 feather 是 Steam 嘅 feather 有可能是這個 cotton 嚟。這是 cotton，I think feather 是係啊。No, I think it's for gentle cycle. Feather is gentle cycle. 冇 feather 是冇。你這邊是你看你咯，四薄薄，四毛啊，試下你自擺。啊，四毛試下。毛，貴人了，伊樣這邊寫物件，伊做到綁伊個類嘢喎。伊只綁這粒物件嚇，你綁類物件，伊就做呢下你綁這個裏面。我本是你看你，我本是你看先。我是有時參加我 softener 咯，無嚟講就是。哦，伊唔是係到啲拖位啊，伊唔是係到啲拖位啊，伊 detergent。啊，你使係到拖本。特別有個就是放到靚，我看錯歪了。冇，布拉珍嘅是 sugar。你看布拉珍嘅有看伊布拉珍嘅是啥機有芒果邊啊？你看伊有邊啊芒果？嚇？咪識芒果啫。看芒果嘅。真係芒果咩？個 steam 咩？冇 steam 留 steam 咩？呢個一定講。你掂一隻葫蘆去都訂看啦。podcast 人那是講我未看。食嘅有做主嘢做都蠻少。podcast 人那是我未看我主比嘅寫三機啦，就俾去 YouTube 未看。去邊咧學緊講網頁咧，即係 episode 我哋放咗一頂 YouTube。actually 當緊那是你聽 podcast 啊，你那是聽 podcast 啊，邊咧學緊 podcast 就聽 podcast 嘅 app 啦，那是用 Apple 啦 iTunes 還是 iPad or 你 podcast app 到啲 iPhone 嚟啊，你使去你 note 一位下，你去 info 一位下，我有係一新嘅 link 去 watch this episode on YouTube， 你就使過去 YouTube 嚟看。我個未看過。千個包what OK whatever 啦。阿 John 嚇？我有一個 extra appliance。嚇？啊，特別是 Apple 嚟，我有 iPod 哦，是 pressure cooker 係啊。嚇。OK，等我俾看，得啦，好我看你寫啥機。嗱，等陣先，愛食咖喱布丁咪。
嗰個針看袂到我個字。只個針都得咪？哦，針不地，那臭豆你只個炒豆針不對嚟啊！針不地。 Hello，臭豆。炒豆好冇？毛毛菇啊！阿小，啊少。臭豆啊，臭豆，你洗衫機有係紅即個棒菇哦。有芒菇無芒菇，不要記紅色衫芒棒的地方。棒頭頂，棒頭頂。嚟，我哋寫掉下，嚟看伊頭前。我係你成個俾睇嘛，你俾佢。有只布哦。攞較價淡薄。哦，我會看伊頭前。哦，伊 A+++袂怪嘛 efficient 哦 ，True Steam 有 Steam 哦 ，LG 本啊，上個路誒咯即個加工。冇像我誒是有 dryer 誒，我 mine come to integrated dryer 嚇。哦。加工是 A+++++++++++。忙啊，看講呀，嗰個係30kilo 嘅，30 kilo 佢哋冷落去死。伊4個隻膠佢咧放落去烹。9 kilo 呢 ，OK， 冇45 kilo 啊。等陣我俾每人看，你人就是人捌洗一頓 A 捌係一個 washing machine 洗。我八八，我8咯。我個呀。到底這邊美國真係濟人買洗就 steam 呢個 washing machine。我大粒頭，你平時都有用這種嘅辦法咯，買未大，แล้ว燒啲 microwave 入邊會叮。有時講我係驚好彩，伊學堂 A 是學食嘅好彩啊。哦，平時我就考啊。我捌洗衫用洗衫機洗我嘅學堂 A 啊，特別真正快歹一別個了去手拎個包一別去。哦，你講你邊都用 Palas 嘅 brand，都係用 Palas 嘅 brand。好啦，你用一別，because 是白嘅 rubber 嘛。你看你安怎洗，你袂使你要用 delicate 啦，咪貴啊，技術咁嚟洗，你袂使用嗰啲 normal 一條氣。不，你特別用 front loading 還是 top loading 嘅洗？好啦，講學堂 A 你都袂洗 ，you know why not？伊個 rubber 嚇，伊有 adhesive 嘅嘛，你去安尼碰一隻end 呀，就好你碰開掉。แล้ว你係用 gentle wash，個後面係落去 because 你學堂 A 白色。都惡嘛，就其實未做到。啊，較好你家己用手啊，暖較硬。我洗佢那刀啊，別了，佢特別用油壺過嚟咪。係咯，就是冇，I mean 有嘅物件啦，會洗，有嘅物件袂洗。轉好 frequent 你洗你會你學堂會。冇講就上啦，我看一個月洗一刀。老師啊，你洗衫機啊？冇啊，一個月洗一包，然後垃圾嘅時候，你去夾你作嘅 duster，然後啪到啲白嘢就 OK 啊。你去夾一作啊，你嘅畫。加工啊，你嘅洗衫機有下你咪 balance 嘅，伊家己 test balance。我唔知，我冇去看，我今日用我洗衫機。我若是講下上隻衫，伊無芳嘅，我就訂 start 啦，伊無芳性嘅咯，伊實者了啊，伊甲你講 overload。有啲佢夾出。哦，係你是有啦，伊家己 computerize 嘛，即係了。了寫個了啊，未夾愛去 rinse 時啊。伊本是 check 嘅一道，我有丟過兩擺咯。伊之後寫 error balance 嘅，就寫 balance 講你我會比較唔對，會夾出來。你知我寫唔對啊？ because computerize 伊就都愛做安尼 ，because 我有 dryer 本，伊我嘛是要用 dryer， 我袂使係安尼做 ，because 伊 dryer 袂 take in so much 嘛。我俾每路 dryer 加伊咧 integrated 誒上隻 unit 好，你是搞？我暑假，我真係暑假 ，because why？我唔使刷。啊，我唔使刷咗啦，我 save space 嘛，伊 dryer 尋特別較久啦 ，washing machine 一個。會較久哦。你會使講幾類哦？因為我係買 dryer 啦，個係買 2 in 1嘅。我會使講幾類啊？我買其他幾年喎，我買有3年喎。啊，幾類啦？3年前。3年前我買千幾磅。
哇貴喎喏！喲，南大無事呀啦，馬來西亞無講佔領嗰啲。唔係，我 actually dryer 出來三個鬆。啊，dryer 三號較未臭未拗浪。啊，個鬆。南西前一隻店啊，前一隻店我就講 dryer，你 dryer 只前一隻店。店。俾條棒條，一用時間嚟用啦，咪講特節啦。啊，你成個落河時間用。落河天，你俾度達啦，落河天得啊。成個馬路白色衫嗰度，我人食呢排白色衫嗰度就係個啲落河。我人香嗰度，哦100七幾，180幾嗰度。了，你就啲個佢拍嘅時你衫變白嘅啦係啊？伊未變白啦，上個冇看到咧。未打。伊是無字頭。哦，無字頭。貴字成個落河天看啱啱。係雜氣啊！邊個掉？伊本嚟幾禮拜冇落河喺度。我在 KL 掉只界，邊個掉？邊個掉？係？冇誒，冇講只隻啦。嗯。邊冇咩？喂，抗疫伊 about 抗疫100安尼看呢，冇夠150幾，個100。我朋友擺喺入邊啊，伊講伊看掉啲大橋，伊看袂到規個 island 咯。Well，咱馬來西亞大擺都水無準嘅啦。我講what is the unit？ 我唔知咩 index， 唔知意思就係，I think 是。170幾往 KL 是170。意思係咩 unit 都咋 ？unit。unit 咋？嚇，依叫做咩？上個是。我看下，我有伊個 list 我看。係咪？我以後看無成。呢是用 metric cube。伊是寫 C 啦，係咪意思 C 啊？Celsius。唔是。 C 啦。等我 check 啊。Haze measurements。啊。哎呀，即管啊，即陣落河啦，變靚冇安尼驚人啦，冇落河先啊姐。你是 star 咪幾嚟？哎呀，唔知啱乜啊。我 C++。我唔是你 A+++ 啊。大節啦，40幾點啊？大節下晡5點，我人是老成，我啫。The whole thing to yourself. John 呢個會記哦 ，John 個是裝嘅十本本有 Batman 呢。啊，喂記。嚇，冇了，冇錢啊，估到冇了，有 Batman 呢，yellow colour。啊！伊爸爸只啦，三期啊！只啦，三呢嚇。喂記，要紅色、藍色嘅黃色三色啊！冇啦，梗係 yellow 呢。係咪 Batman？係咪發本本啊？伊個 brand 唔是 Batman 啊，伊個 brand 唔係。唔是，伊是話 Unilever 嘅。嚇！特別係咪名啦？未記啊，細漢看過啊，但係看冇用嘅。嚇！我知。我是看廣告。嗱，你看廣告啊？嚇。嗯，我全部用之類。哦，我細漢呢時都冇咩冇 brand 嘅嘛，哈利貓骨啊，呢個之類 Batman 啊、Trojan 啊，三類嘅嘛。啊，我用 Trojan 嘅。有 fat 啊。有 breeze 嘛？定咪冇 breeze 咩？有 breeze 㗎。冇 breeze 冇安尼揸個 breeze 冇安尼換個。夠 fat 嘛？係咪？啊，有 fat 掉。 fat 是burgu 出聲。啊 ，Persil。我咪記 Persil 是阿達是人用嘅。哦。成個 pencil 安尼看呢，阿達人用嘅。咩 pencil？Apple pencil 啊？What do you mean by atas 係人用嘅？Atas 係 glass 啊。哦。等我學。人嘅 hippo 用嘅。哦。hippo？解啊人，你別使講啥子，你咪 you don't want to know。別使講啥子。OK。啊，啷看到這位？啷看到咧？嗱，這是我吹 Malaysia laundry detergent brand 咯 ，Attack。Attack 我有捌用過 Attack。啊，我本有用過 Radiant Attack。即係唔捌用過。Radiant Australia 有。唔捌用過。Radiant 唔捌。Top。Top 冇唔捌用過。Top 嚇。Top before 我嚟 Australia 啲邊樣用？即係唔捌用過。Daya 有 Daya local brand。Super 唔捌用過。啊 ，Super 唔捌聽過本。啊。哦，這個有啦，這個。這美國嘅票嘅啦，這。Breeze。Attack。啊，這個 Persil 我咪學過呀 ，Persil。
我捌看過少啦，阿達是嘅啦，哦阿達 front loaded 嘅，加固嘅，front loaded 冇 bubble 咧。front loading washing machine 呢？哦，這本是本地票嚟啊，這好好啦I think actually you need bubble. Bio zip 啊，買咗支阿達哦。冇 low class 嘅。No, actually I think you need bubble, right? 10支，冇5 kilo 啊，5 kilo 把10塊呢。安怎你水果人 low class 俾佢咩路？ No, wait. Lu same atas mah, what mau you low? bubble, you bubble. That means is working 嘛。阿達是真正阿達，唔是特人用嘅問題。你講係你阿達小仔哦。OK。而家是過嚟3蚊都冇一人用嘅咧，可能。即係咧刮harimau，刮harimau。有啦，但係我講緊啦，即係下貓就是嗰時攞嘅啦。攞本呢，辦機會。嗱，即係叫 shelf。medium 啊，medium 會使隨時 breeze 係你嘅啦，隨 medium 啦。snow。甲你講啊，bio 加 breeze 啊，咁樣差唔多上幾字啦，你去看幾字啦。nitrogen。差唔多上幾字，咁樣看過，咁樣上幾 nitrogen 本上幾字啊。嚇，過到冇？我係劍嘅 nitrogen 係四托街。即係咧過到冇？過到冇拉人，邊推機人字啊？係啊。我見啦。喂！邊推機啦？我都咩攞嘢啊 ？Laundry detergent。我見啦。Dynamo。Dynamo，OK 嚇，即係 Korean 嘅 fat。叫阿龍來睇啫。誒，即係咧威姐。呢唔是話嘅，即是中國嘅，我冇。有冇除掉係你 yellow colour 嘅？誒，Max 9，等我看到。個 Max。阿達淡薄半咯，阿達。攞淡薄，Max kilo 半嚇。即係 Max clean Max clean 本是 front loader 嘅嚇。真古啊！這 Max clean 啊，我冇聽過啊。但我諗講你 Batman 上面票冇佢哋。係咯，我等我除下 laundry detergent 嚟寫 Batman。powder 嚟嘛？冇啊。個係咪啊？字呢估了咯，100 Unilever 嘅我會記。應該是 breeze 嚟嘅。是 breeze 嚟咩？應該是 breeze 嚟。breeze 快估啊喂。應該是 breeze 嚟。伊 upgrade 伊個，很多伊 image 啊。I think 是 breeze 嚟。即係了啫。我細漢我做囡仔時都有 breeze 嘅。係啦。After that 變咗 breeze matic 啦 ，breeze hamil sikui 啦，macam啦。breeze hamil sikui 我哋suka。啊 breeze hamil sikui 咪就阿達死啊！咁你講。冇啦乜用。OK，嗰下面有一個物件dry cleaning。打死。講啊，假設前啊，嗱是講啊，你就愛 dry clean 嘅物件係，你頭前2刀3刀你 dry clean，after that 你再入去用即係 gentle cycle 先。哦，做咩事？冇，即係講我 dry clean 嗬，我咁就攞 laundry 片我咯，我入去了嗬，伊講3日後，伊入出來後我按做啊，不是像我係味素嘅，冇。我覺得你真係咪是 dry clean 咯？你真係咪是 dry clean？入去一頭拍呢咯。冇。你猜嘅係你 steam 啊，係你 steam 啊 ，from the steam iron 啊。你猜古仔，你猜有隻裝嘅 steam iron，你見到 vertically 你本steamer。that is dry cleaning，OK？哦，係你 supermarket 人用outside 嚇。你猜mama gua baru beli hari lihat itu udah le yang chemical chemical yang chemical ya lah tu le yang chemical spray lo kia ane kwan ki steam ni ah lo an mi kia ni si tu dry cleaning tu hal lang lau lu hiao ni kamu si Ken 好啦si Ken dry clean 哈คุณน้องว่ากัจจาอุยอ่ะน้องมากูอ่ะลูกเตะเขาลูกสิยาตัมโปให้เลยสเปรย์ผังทางเลยสเปรย์ลูกขี้ยาsteam อีมาสวดแล้วลูกตอนกิมอูเลย steamer สังกัดตามาบราจันเกย์ก้องเนี่ยอยู่ steam clean เนี่ยเลยใช้ dry clean เนี่ย用เลยใช้水做 dry clean 哦
會使，特別你問下較緊緊啊，有衫有 garment 啊，會燒起特別你成日你到底 inside 你係阿達蛇門，到底阿達蛇，阿達蛇我先咪先有煮嘅，別，嗰時有煮嘅本，有煮嘅。哦，別，你頭你識佢講咗，你若是 any garment 啊，你就愛 dry clean 嘅嗬，你先啊，你學人做頭先轉落刀啦，你就有，然後嗰啲你使用係你 wool cycle 嚟洗。哦，แล้วมันจะ dry 咧 the air dry 啦แล้วลูกแกะ出來啊ลูก dry 嘢สิลูก air dry 咯我講聽我當然我隻 sweater 啊我被洗啦伊使洗 cold wash machine cycle gentle 係แล้ว伊 dry 嘅時我特別air dry 我被洗我洗到啲位 dryer but without heat and no heat and tumbling 會使啊 John, you are talking about merino wool. Not What kind of fabric? 我唔知有你是 wool 你是唔知啊 wool 啊你就愛轉下 cold 嚟 wash 啊轉下 cold 嚟 dry 啊咁講啊你唔通我冇 heat 嘅我冇意思㗎啦叫唔見到我哋未接我知我講聽我啱嘅大隻伊衫係定住一刀啊伊起來去洗啊隻水嘅伊所以都係是 wool 啦特別伊去洗 regular cycle 就แล้วเขา叫出來啊แล้วว่ามัน情未掉啊因為在你起個尋晚為即手錶學館我把洗過叫個上邊就學見啊去學喺邊因為驚情哦伊度拍 permanent 去啊拍去啊你洗啊個拖 cashmere 本時想 cashmere 洗變洗掉去我頂手唔知就手插落去哦撩連咯 cashmere 撩連我夾出來我夾隻見條隻古就我哋看呢條後網係沙嚟你看個觀眾真係洗掉見啦打個嘴走出來我真係我家己嘅 sweater 嚟到 string 㗎份真正洗曬你看我阿仔是唔是困起啊嚇一頭呢應該是困起啊冇伊目睭個開個哦咯啊你看伊 relax 咯我走咧啊 OK 你駕車好拜我駕車河咧去呢邊隻冇塔車你駕咩直頭去降落壁呢邊㗎啊對哎呦陰公 OK 但係呢度冇塔車啊 OK 冇啦你乜仔你快嗎你乜仔你快嗎哇記者出來啊曱甴OK 拜拜哎呦不要咩你一直頭笑蛋啦 OK 我講拜拜啊好照火車去啊我講拜拜阿仔啦嘛拜拜我講拜拜 OK ready 啊我講拜拜就咪走 OK 啦咪笑蛋啦 OK 咱這禮拜咧寫三部面嘅講啊冇講緊嘅字啊點正客嘅啊四十幾講四十幾嘅字佢講四十好啦第一來第大漢第久嘅我想未夠大漢嘅久困過一兩刀呢就是我嘅老朋友彭光我真正學伊真正喊我硬嘅聽咧久嘅幾名彭光會使去萬山咧忘記你去食點心咧我試入去9點半咯又唔係你平常時9點半喺度請了嘅當佢夠未困㗎嗰度唔使困啦，免困啦，我見啦，我就係 zombie， 好啊 ，zombie，我就你快唔使困嘛，剛剛，未我半困嘅只是，阿咪數，我有三頂車啲駛了我一頂 Mercedes， 兩頂 BMW， 哦，你好了，唔要緊啦，你講畫了未？㗎了？畫了咯，㗎了畫好事啦，冇面啦，我lavender本畫好事啦。你每隻講得滯下？嚇係咪？你每隻講得滯下？嚇。哦，再講一把韓文曉嘅，Wikipedia 嚟。冇啦，未曉㗎了，有物件本書啲學大，你知我物件本學係你私人 caterpillar 食加一坑，呢個地方。誒，香港唔係咩係 caterpillar？係咪追啊？冇我用係咪？我用鹽
我係飲嘛，係飲加 dishwashing liquid 成日都看你叫嘢咋，แล้ว我記住ไอ้แม่ว่า講他們數到做你 caterpillar อันนี้แล้ว冇我諗咪是冇 butterfly 咯，แล้ว我講แล้ว係隻㗎了，係隻㗎了，我講 because 數到兩個仔你試兩面隻㗎了，可以 butterfly 嚟。老師你掠去邊啊位嘛？你係接掌哦，伊食了剩嘅係掉了呢個有 butterfly 參好似咩過嚟，意思一個 cycle 一邊摸一個嚟生啲路下邊個隻路嘅，你知一包生就女啊嚇，你知我係係 Brussels sprouts 啊 ，overnight 冇㗎了，你知啊？哇！陰公，你搞知啊？嗬？係佢個邊上個邊隻一樣嘅。我都係飲豬㗎。有啲熱差。差咧隻嘛？你想是毛毛菇啊？你想是毛毛菇啊？毛毛糖啊？我知啊，我冇驚啊，我先嚟啦。毛毛糖唔是毛毛菇。OK， แล้วก็โปรตีนนั่น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บางกวางแล้วก็ปลาจันเกละฮะบางกูอีกนะบางกูตับโรดิ้งเอา到尾四三機嘅時對用吹嘅幫鼓拉長機有補喎。你聽到講到啦頭講直接俾四三機時對俾吹幫鼓到啦頭啊不即係拉長機 approval ค่ะ OK 哦我就借 plus แล้วก็特別我贊成嘛我贊成 OK 我 take your recommendation ว่าต้อง俾 front loading 啊แล้วก็ออจูบีนะ not only front loading John do now I try 啊冇係你 chain 呢冇 chain 啊direct drive 買唔 chain OK 你去 chain 係你但係咪叫 direct drive 啊伊冇用一條大嘅所以啊when 你知 when 你係咪叫 unbalance 嚟講啊死嘅事啊伊切嘅嘛แล้ว你 engine 啲你哋摩托啲邊啊位啊伊盡量國家大聲咯，所以你只係在 vibration 多啲，你細沙機就硬派，所以 vibration 嘅。你 direct drive 伊摩托啊，是啲中嘅度 center gravity 嘅，when it spin 嘅是。了。所以 reduce 真正 vibration。I see。Direct drive 伊摩托直接頭 connected to 伊 drum 啦。係connected drum，伊是安怎就你知伊 magnet 啊是 stationary 嘅。不，伊 magnet 是接啲喺你drum 嘅 shaft 位。然後喺你電喺你開啊，咁樣喺你電線，咁樣是接啲隻 casing 嘅，喺你 casing 是北啲喺你四三機後邊。誒，等陣攞住俾四三機時，攞去吹拉長機都是washing machine 嘅 engineer 嚟。因為我知，因為你個做隻 research 時我知。我想做隻 research， 我貼有啲塔咧，塔一樣做咩數嘅，安尼好似佢。好。你喺日本啊，佢早一樣拍成鬼後啊，三項物件出來就愛有嘅。四三機。生度 microwave。冇電視機，電視機生度，四三機加生度，這是一樣嘅三項波嘅。OK，感謝啊，你嘅 expertise，不知話俾四三機時候你 approve 啫。แล้วก็就嗰個Ojubi 咯 ，Ojubi candy 嘅四三機啊。อันน่ะเตปาเรียเลยเตโบเมีย。ปาเรีย咩？冇插到ปาเรีย冇名，4,000 kilo。4,000 kilo。好了。แล้วก็毛毛菇嘅 Panasonic， แล้วก็John 我用 Panasonic 啊，用20幾年，用 microcomputer 500塊貴咋。我已經用嘅是 National 嘅啊，比 Panasonic National 喎是啊。National Technic。แล้วก็จากง咯，จากง嘅是當然是 LG 嚇。LG 嚇，แล้วก็แต่ว่าPanasonic 除咗毛毛菇個是係你咯，南西มัน是 Panasonic。Panasonic 別派 machine 係 is a good machine。Panasonic 啊，你用我本是做Panasonic 嘅。你佢拍我跟頭都聽啊。
收音機我本時有暑假。拍我跟我都聽，誒，actually 我係 Panasonic 嘅收音機 Lumix，個有蝦米票嘅嚇，大粒頭女我唔知，用呢？我係我頭先講咩事啊？咩嚇 ？GE 美國辦機票啦，我講聽下，我頂到接觸。我接觸嘅時候，阿咪樣做只我買只辦嘅。GU 做先只物件。我係買是只 entry level，because 我冇鐳嘛，還是冇鐳接觸。你知我儲備儲啊，冇鐳啊，時間看到辦機地辦機就買咯。然後當真做咩事？特別係你只年10幾年前嘅嘛，所以我當今去洗衫嘅時候，我去看洗衫機嘅時候，看安怎無講真正貴啊！真正就頂到我買我機買咧是個市場個要死咗。我說是一粒洗衫機，摻洗衫機摻dryer 喏，粒摻起來差唔多1000塊嚇。條輕櫃機啊，條輕櫃機輕12個節啊，特別冇點出事啦。你講三年前7000磅，我看吧，你應該是700幾800買掉啊。啊，當今較濟啊！唔係個有咩？係你 model 冇得點樣冇？較濟冇啦 ，front loading 嘅。model 特特是冇啊，特別 from 你愛 feature from 下你 on top 啊，嗰個好，嗰個線電，嗰個聲注意，嗰個防熱就你個物件當然愈來愈進步，物件愈來愈變。頂到誒，我係記頂到咪是較濟top loading 嘅，แล้ว front loading 頂到是 front loading，แล้ว後尾 top loading 讀 over 就濟，แล้ว是個讀對嚟 front loading 個讀對嚟是，它是真正貴你冇咩濟數啊 production， 所以當今濟當佢興對啊，佢個落去啊嘅價冇得貴啊。是啦，物件人買濟，伊若是有，伊若是人買濟嗬，伊係 prototype 唔是 competitive 嘛，對哦，แล้วcompetitive 濟，安尼濟咧，冇啦，伊你出一個 prototype 是唔是？你做安尼濟咧，你就做個辦機嘅嘛，對哦。這樣I think 話真嘅講就是 competition will drive the price down。但係人做下 competition，冇嗱咧 production 啊，你production to a certain degree 呢。Because like for example Apple 一陣出來嘅時，一陣 products 一陣 prototype 嘅了 ，is the price 先 high is because of competition. That's why it will drive the price down. Yeah. Yes, actually the man 你貴嘅就是係你 analyze 啊。你出來 prototype，你就會賺 X amount of money，就會賺你嘅 research cost 對。賺你本。但係 eventually if 你冇 competition 啊，你 price is still high. It's only competition will drive the price down. competition 咧，人就賺咯。prototype 嘅。人就賺咯，人就賺。你看John，你睇嗰陣人iPhone 未有嘅時啊，你用10人嘅 smartphone 咪貴，有 related to 即個memory card。你知嗰陣 memory card 未話貴哦。Hello。即個免講咩，你咪64啊，64MB啊，免搞弊啊，未至基本未不愛，馬來西亞你50幾塊咯。ไม่หรอกอันนี้ต้องกิน US dollar 4 คอซ่า4 คอซ่าแล้วอ่ะ你咪是只小我對人開啊，等我看伊個 today 是4คอซ่า我冇估直接 key 6.64แล้วก็กะขี้แล้วไม่หลวนกันแล้วล่ะตรงนี้เสียสักที front loader เลย front loader เลยมาเลเซียat least 只兩個係攞情貴คอ都กันแล้วมันสิ當然馬來西亞是唔是點樣啲印抓字啊？是冇人點啲印抓字都對啦，點印抓字。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快啲嚟再見佢啊！แล้ว當見咁大聲啊，我點播正啊，冇可能嘈我啦。感謝你快再見，拜拜。拜拜。等陣我報告，尋晚人走起是幾句啊？走起是rumah panjang 南西belacan ke 豆嘅不是豆嘅bang quang 澳洲比毛毛菇大粒頭嗰隻講掉。拜拜拜。